我哋今日講嘅故事係爺爺一定有辦法。文圖菲比吉爾曼，翻譯宋佩。當約瑟還是小娃娃的時候，爺爺為他縫了一條奇妙的氈子。氈子有月亮，又有星星嘅花紋。氈子又舒服又保暖，還可以把噩夢通通趕跑。不過約瑟漸漸長大了，奇妙的氈子也變得老舊了。當約瑟仲係 BB， 瞓喺 BB 嘅搖搖床嘅時候，佢就係冚住爺爺嗰塊氈子啦。有一天，媽媽對他說：約翰，看看你的氈子，又破又舊，好難看，真該把它丟了。約瑟說：爺爺一定有辦法。爺爺拿起了氈子，翻過來又翻過去。爺爺拿起剪刀，開始咔嚓咔嚓的剪，再用針飛快的縫進縫出，縫進縫出。爺爺說：這塊料子還夠做咩好呢？聽唔到？外套。仲可以做外套，睇下係咪先。一件奇妙嘅外套，約瑟穿上這件奇妙嘅外套，開心的跑出來去換了。不過約瑟漸漸長大了，奇妙的外套也變得老舊了。有一天，媽媽對他說：約瑟，看看你的外套點樣啊？佢長大咗，件外套會覺得越嚟越細件。係啊，係咪縮咗水啊？變細咗一啲，也不合身，真該把它丟了。約瑟說：爺爺一定有辦法。爺爺拿起了外套，翻過來又翻過去，左揭揭，右揭揭。爺爺拿起剪刀，開始咔嚓咔嚓的剪，再用針飛快的縫進縫出，縫進縫出。爺爺說：這塊料子還夠做膊頭、背心。你可以用空氣講嘢嘅。一件奇妙的背心。第二天，約瑟穿着這件奇妙的背心上學去。不過，約瑟漸漸長大了，奇妙的背心也變得老舊了。有一天，媽媽對他說：約瑟，看看你的背心，上面沾了膠水，又黏着顏料，真該把它丟了。即係佢整污糟咗啊？係咪因為有美術堂？有美術堂？哦，
我哋返學嗰陣時着係咪啊？所以佢上美術堂嗰陣時咧，黐咗啲膠水，又黏咗啲顏色。日室說：爺爺一定有辦法。爺爺拿起了背心，翻過來又翻過去。爺爺拿起剪刀，開始咔嚓咔嚓的剪，再用針飛快的縫進縫出縫進縫出。爺爺說：這塊料子還夠做鬍鬚一隻。咩嚟㗎？咁難估嘅遺跡。牛龍丁。喂，哇！咩嚟㗎？我知唔上唔落。整咗啲咩？條條。頸巾啊！頸巾係咪啊？頸繩。呔。哦，呔。哦，領呔。趕啊嘛。一條奇妙的領呔。每個禮拜五，日室都帶着這條奇妙的領帶去爺爺奶奶家。不過日室漸漸長大了，奇妙的領帶也變得老舊了。有一天，媽媽對他說：日室，看看你的領帶，沾到湯，裝了一大塊，弄得都變形了，真該把它丟了。哦，佢話媽媽話佢飲湯嗰陣時咧，條呔點啊？中咗落去成條呔。咁會點啊？有笪油漬喺度。日室說：爺爺一定有辦法。爺爺拿起了領帶，翻過來又翻過去。爺爺拿起剪刀，開始咔嚓咔嚓的剪，再用針飛快的縫進縫出縫進縫出。爺爺說：這塊料子還夠做，知唔知做咩？V 博室，V 兩個三角形，夠做兩個三角形，係乜嘢？係乜嘢？問你係乜嘢？咁係乜嘢？唔知啊。兩個三角形擺喺心口度嘅。啱啱嗰個係領呔，咁依家呢個係布呔。布呔。睇下先。唔係啊，skip咗一條啊。唔係。冇啊。睇埋呢度先。一條奇妙的手帕，日室收集的小石頭，就用這條奇妙的小石頭包得好好的。不過日室漸漸長大了，奇妙的手帕也變得老舊了。有一天，媽媽對他說：日室，看看你的手帕，已經用得破破爛爛、斑斑點點的，真該把它丟了。日室說：爺爺一定有辦法。爺爺拿起了手帕，翻過來又翻過去。
爺爺的剪刀開始咔嚓咔嚓的剪，再用針飛快的縫進縫出，縫進縫出。爺爺說：這塊料子還夠做，今次做咩好呢？做皮帶，做腰包，做排，做拉扣，扣鈕，紐扣。咁究竟係扣鈕定紐扣呢？一顆奇妙的紐扣，若識把這顆奇妙的紐扣裝在他的吊帶上，這樣褲子就不會滑下來了。有一天，媽媽對他說：約瑟，你的紐扣呢？約瑟一看，紐扣不見了。嚇！跌咗去邊度啊？跌咗喺呢度。大家都好驚訝個樣，跌咗去呢度係邊㗎？石地跌咗去老鼠屋企啊！係喎，喺佢哋屋企樓下。屋企。呢度係街嚟嘅，街出面街。跟住當老鼠行過嘅時候呢，就俾佢哋執咗啦。哇！佢哋仲玩得好開心添啊！喺啲水凼度。因為佢哋玩緊。哦。即係當約瑟同媽媽佢哋喺街水喉嗰度攞水嘅時候呢，成地都濕晒。係揾唔到。嚇？即係揾唔到嗰粒紐扣。揾唔到粒紐扣，咁就俾老鼠執咗啦。他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就是找不到紐扣。約瑟跑到爺爺家，約瑟嚷着：我的紐扣，我的奇妙的紐扣不見了。他的媽媽跟着跑來說：約瑟，聽我說。哇！媽媽個樣好驚慌同好急咁喎，佢都擘大個口跑，擘大隻腳跑，連隻馬都擘大個口跑，係咪啊？那顆紐扣沒有了，不在了，消失了。即使是爺爺也沒有辦法，無中生有啊！爺爺難過的搖搖頭說：約瑟哦，你媽媽說的沒錯。第二天，約瑟去上學。約瑟拿起筆來，在紙上擦擦擦的寫着。他說：這些料還夠做，還夠用。玩夠寫成一個奇妙的故事。故事就講到嚟呢度啦。下次再講啦。好啊。